你3把車買啊，時家蝕到幾啲啊，好似我揸 Lexus，你啊，蝕到嗰啲個車，我升你啊，三把蝕到鬼我咁。買好似嗰啲200幾、300幾啊，你而家靚打㗎，靚全部啫，Lexus 啊、MS 啊，我坐開7年，而家打價1億幾啊，我買290幾啊，我買290幾啊，2019年我係點車嘅？我可能300，GLA 啊300，最2020買係300。我好靚嘅嗰車，到而家都好靚。我咪食得我要，唔係嗰啲冇意思嘅啫。即係我你講我係我放錢俾咯，我睇緊下我睇緊個好嘅，你買到啦，方便咯，即係有位嘛。你車冇揸係得閒嚟揸換下咧，度架擺有部咁嘅技術。我部車換咯，再買啦，我而家都3年啦。我有時我排到半都買到變花啊，拉翻嚟冇收可能我做，咁都平緊啲做我話家人唔八卦，所以我老婆上網睇有間機唔當嚟個整嚟。